喂，贵姐，安怎啦？听讲恁斗阵迄个吹啊，安那唔放头前就煞晓，哈？咱是啥啦？我甲迄个叫啊有影无？你是要安怎呢啦？有影，小等下。你遐讲啊？你莫听后晓了后白讲啦。头家娘啊，你遐讲哪会晓遮尔生气？伊是要创啥？我要来知啊。真正哦，嘿，打啥？你遐讲啊？你摕这是要创啥物玩啦？你来讲，你那个斗阵吹啊，即摆是倒位，免好好看。你倒位？但你也毋是毋知影啦，即马互乖啦。好，我是要找安怎算数？我向说袂起你去，歹势歹势。袂记代志足多啦，你哦，讲啊你这个人哦，有样无妙啦，讲一个囝生一个囝啦，听人讲就啥就嘿嘿叫啦。哦，安怎？摕这起要去甲人算数呢？无你是安怎？人即马关伫拢啊来啦，你有老法度呢啦？啊，有法度无法度吼，不强知啦。我心内袂爽就对啦，上家就你，就是顶家就我共款。如果我为着这代志有三两两底，我嘛甘愿啦，安怎？我真正有影哦，毋知要气也要笑啦。讲实在哦，你安尼为我好哦，我嘛足欢喜的啦。也毋过你要了解呢，对方什么款人？哈？你家己无小亲近亲友亲看卖咧，迄是罗马呢，办不哩啦，安怎无价值啦？什么你无价值？罗马好啦，涂料好啦，这就甲定掉啦，这道理我就袂爽啦。坦白讲啦，伊哦，我都无咧甲陷害你啦，就是即摆佮你拢啊来啦，我的厝内要安怎啦？我真正是袂爽，我咧讲。你看，你来找囡仔讲野球袂使哦，今日请假啦。等下拜托的我一个姑囝，你嘛搞清楚，是你甲恁女朋友两个要去约会呢，是安怎着还搁恁爸缀你去啊？唔是讲安尼啦，爸。啊吼，我女朋友我已经交往要规半年啊呢，啊恁两个拢毋捌见过面啦，我尊重你啊，所以我们才专工安排一个时间，啊，互你甲伊见一下面咧，看有够个人做你的新妇，安尼敢毋对呀？安尼嘛毋对咧，拜托的吼，这女朋友交起来后港是要互你做某的，也毋是讲恁爸要娶的，是安怎都要经过我鉴定啊。爸，你安尼愈讲哦，咱两个爸仔囝的感情哦，愈来愈无遐深啊呢。就准讲是我的某，后港嘛算是你的新妇啊，对不对？啊，你嘛应该看卖鉴定看卖啊，啊若无吼，我若咧凊彩乌白拣一个咧，喙歪目睭粗的，啊厝又乌白甲你母的，你敢肯哦？迄唔通哦。对咩？煞通去交迄个喙歪目睭粗啊，莫讲喙歪目睭粗啦，都是甲咱这吼门风吼文不东河不对哦，我嘛绝对唔肯。这我知影啊，所以讲爸，我毋只讲吼，得请你安排一下时间，啊我约出来，啊互恁两个见一下面咧。假使讲吼，你若看了有介意，嘛较早互我结结咧，对不对？安尼嘛是有理的。姑囝啊，我即摆一听到讲你想要娶某吼，害恁爸煞怎向想起着你迄个过身的老母。我知啦，爸。是讲吼，母啊已经过身遐侪年啊。我知影你即摆听着我要娶某吼，你暗时啊咧困哪诚歹困，我知啦。对啊。毋过我做你后生的人，我从来无反对啊。你要娶10个8个，迄是你的代志，你做你娶。我毋敢安尼做啊！哎，你会知影，你无听人哋咧讲，若娶入来就是变后寿对无？变做你的后母啊！啊，迄后母为的会苦毒情人囝啊！啊，我是惊讲伊甲你苦毒啊！啊，时到吼，我毋知是要挺伊也毋治，啊要挺你也毋治。你会知呢？你是我的姑囝了，我敢甘愿互你去互人苦毒？我知影。爸，喂，我讲坦白，我即摆吼听你安尼讲的，我真正足感动的。爸爸，你上伟大，你安尼大细项代志拢为我想，惊你搁娶某，我的后母袂甲我疼惜。爸，我真正心肝叫风寒着，我真正毋知要安怎友好你才好。哪会叫风寒着？啊，感谢。好感动啊！我感动。毋免感动啦，只要你即个女朋友后港若互你做某了后吼，你爱甲伊友好我，安尼我就足欢喜啊！即点你放心啦，爸。吼，毋若是讲我会友好，我某娶倒来了吼，我相信吼，即个查囡仔绝对毋是遐那毋捌代志啦。你出放心。好，既然甲你若对即个查某囡仔遮尔肯定，安尼恁爸无爱甲你反对，吼，规期安尼，恁爸吼过两工要来出国，听我出国倒来时，你才安排一个时间，我才来个眼看卖呢。做我决定哦。当然啦，做我决定。Thank you，阿 Sir。什么咧 ？Thank you，阿 Sir。Thank you，Father。哦，Thank you，Father。小等下，我找人吼。奇怪，是谁打电话给我？啊，哪会无来遮咧？
先生，歹势，我来走吼。恁爸咧找你啦。谁咧找你？阿海啊，你当时叫人拐出来？恁要唱歌，你无欢喜哦？我是初犯的，我也无啥物前科啊。兄弟做遐久哦，来你的生活啥我也毋捌看过。即摆平常心讲啊，是恁头家娘哦，对我遮尔拥护，我才有这机会入去来恁观光。我会来去恁头家娘感谢较着。阿海啊，阮头家娘真正对你真好呢，人伊无对不住你呢。逐摆伊若知影讲哦，我要去甲你面会的时阵，伊拢压钱互我，讲叫我着爱互你摕去加菜。你无感谢人，你阁要对人安尼？哦，安尼恁爸会爽来哦，哈？你还没来去来恁种欺负，哈？还没臭名万世。阿海啊，讲实在啊，白白查甫囝啦，你也无比人较差啦。你想若毋好好啊做人，拍拼趁钱，想啊都爱互我伫别人的面头前，遮尔啊无面子着。你靠背哦，哈？吼，我害你无面子，你即摆是啥？你教训我，你即摆是咧教训我哟？我问你的，我无伫的，咱厝我有位置，变别人咧大。你进前共偷摕迄30几万啦，还阁差10几万，我还阁标一顿花啊，互你用。我无卖厝，你是要叫我摕啥物话去害人？啊，意思你毋是要甲恁爸切？我连做人无通大呢。其实我本来有这种想法。我问你，是毋是恁头家娘出的主意？毋是，是我家己已经想清楚啊，安尼用是无？你安尼就想要走？诶，你想看觅？恁爸按工来出来，分区无半线，你嘛钓淡薄仔数会出来。我无钱啦。你无钱，哈哈！你钱囥在倒来，恁爸上清楚，你会无钱？你当恁爸毋知哦？这啥？这啥物？哈，无钱，你好，无要紧，你互我真称心，这个钱无偌济啦，互你买药啊啦。以后田无到水无流啦。你，哎，文少，啊，恁男朋友的爸爸真是要来看你？是啊，水。我足紧张的呢。是你紧张啥啦？你嘛有爱，咱就要讲出来。我跟你讲，阿静哦，凊彩教你几招步数哦，保证你算叫。阿姐，你真正有步数好教啊？哎呦，戆囡仔哩啊，迄都毋是阿姐咧操蛋的，人情软的朴素就是我啦。哦，小等下，你来看到恁男朋友爸爸，吼，你莫叫阿伯哦，来讲爸爸，较善安尼，爸爸。恁后生若找到做新妇吼，伊一定会做好去的吼。啊，我的家庭照顾我做好势，变甲做清气的，叫三顿拢换菜好食。上重要的，恁男朋友爸爸若无伫的时阵，你我就爱唱咧 I love you， 我爱你，一心记一爱。哪有人读一个见面就叫人爸爸啦？而且你迄讲的什么起家母陪的话，我哪讲会出嘴啦I love you， 安尼起家要陪。啊！你无表现出来，人哪知影讲你到底是有爱又无爱伊啦？哎呦，不爱啦，你这个招数我不爱用啦。啊无外歌，你就是我的生命。好听，都袂跳针。哦，若讲我你这个人吼，真正有影嘞，教什么招数，迄拢过时啊啦，真正要教歹比较大细。这招数过时啊，真正毋捌报啦，讲我恁。哎，头家娘啊，吼，你遐这衫借我穿吼。我咧穿了到地，哦，这拍久一个寒咧，哈，规个气质拢焦浮起来。啊，愈看，煞愈像你的姊妹啊呢。当然吼，咱两个吼，虽然讲毋是亲姊妹啊，毋过吼感情就敢若姊妹啊共款的，你讲对毋对？有影就对啊。嘿妹，啊穿安尼吼，好看哦，好看，好啦。啊，当然吼，赶紧的。啊，恁阿姨吼穿好啊啦，哎，爱去啊啦。阿姨，你念面吼，哎，一直伫我的身躯边，毋好走伤远呢。这你放心，恁阿姨绝对若亲像黏铁，甲你调甲，安尼黏甲黏，连飞都飞袂离哦。妈，我要去啊。好啦，啊，你著吼去吼，大头仔看，大头仔上，鉴定了看安怎，就紧等来甲报告。哎呦，那这你放心，我专门咧做媒人，小可代志，行来去，行。小细丽啊，会啦，啊，就紧等安尼好啦，你等消息啦。唉，讲我这囡仔批吼，
一年前我咧读书啦，啥物拢毋捌，即摆要相亲啊，真正所人心弦。讲到我呢，对南部流浪来到北投，唉，到即当今吼，抑阁是一个罗汉脚。罗汉脚，我当你是啥？先生。对啊。啊，若甲先生哦，你规日哦去找一个对象吼，啊，若娶的吼，你就袂罗汉脚啦，啊，你就真欢喜点。那对象吼，我来北投头一工就有啊啦。啊，毋过吼，真正落花有意，流水无情，对方对我吼真冷淡。我做一个好心啦，啊，你看到啥物人吼，我来替你做媒人。我是痴情搁有意，爱你若生做若生死，假我已真正有啊好气，迄个世是就是你。这是安怎啦？我真正要跳袂落去，我请问你吼，你即摆是咧手倒会出来哈？ 75。75。好啦，莫搁伫遐面梦啊啦！我早就甲你讲过啊，你搁伫遐笑想，去做工课，去做工课。真正是无趣味啦，无趣味啦。一生只爱你一个人，我这哎呦我真正有影哦，要毋知是要哭还要笑啦。啊，叫你拍败安尼，安尼咪咪唧唧哦，啊，就是安尼笑想要着我。讲到歹听，我敢真正凊彩。头家娘啊，啊，目屎啦，目屎滴，是啥代啦？啊海去互赶出来啊啦！阿伯你好。啊，你好。爸，你是安怎样？无啊，请问这位阿婶是？哦，嘿，我自我介绍，我就是文淑的亲阿姨，我叫做大叶啊。啊，阮查某孙仔讲伊会紧张啦，啊，我来甲伊做伴。我自我介绍，我姓何啦，啊名叫做敏俊啊，何敏俊，敏是过敏的敏，啊俊就是英俊的俊。哦，哎，何敏俊。哎呦，原来是大事业家哦！哦 ，no，毋那大事业家，我而且佫是一个有身份、有地位的人。哦耶，看得出来哦。爸，阿姨啊，坐咧讲啦，坐咧讲啦。啊，坐啦，坐啦，坐咧开讲，坐咧开讲吼。坐。阿妹啊，文少，你唔着看吼，阿姨爱啉啥，紧点互阿姨啉讲啊。哎呦，免啦，搞毋咱呢，阮是来遮吼，甲你相对看一个尔啦。请问贵府的府上是咧从事何种的企业的？那阮是咧从事这个旅游业，阮是咧经营旅游业。哦，旅游业就是经营迄落大间的观光饭店，也是迄落大型的游乐区。啊，对，迄款的叫做旅游业，旅游业对啦。对。是讲爸，看有介意啦吼。哎呦，真正呢，我查某孙仔做你是不你有介意哦，哦？绝对肯的咯。哎呦，文淑啊，你有听到无？人阿伯讲有介意啦。爸，这吼，这间咖啡厅气氛哦，真正袂歹。啊无吼，你参阿姨吼，等遮开讲，这气氛好啊。啊，我甲文秀吼，出来好行行。哦，咩了？嘿啦，吼。啊好啦，少年人出去行行，打打嘛。来，等。哎呦，手唔着牵呢，手牵到掉，啊无外口迄人遐济行客跳落去碰见你，嘿，爸，多谢，来。啊，唔通收我啦，阿姨，阮来去阿姨，我来。牵到掉才袂碰见你哦。啊，咱两个若坐咱遮一直相对上，安尼嘛无啥意思。啊，倒非得吼，我这个人我若爱啉啦吼，啊无我请你来外口，咱来顺两杯啊啦。歹势啦，互你开。哎，这细条我佫开会起，行啦，唔通啦好啦，行啦，袂着较紧的啦。行，紧嘞。五大间公司的董事长何敏俊，啊，这明明是天要作我嘛！